Hello，大家好，依家就正式開始幫客人設計眉型啦，大家一齊睇緊啦。大家嚟仔細睇下呢條眉毛，你睇個眉頭向上翹起，跟住一路順住向下延伸。我哋修眉嘅時候，眉毛下方好多餘嘅雜毛一定要盡量收走。呢個下方部位啊，真係可以多收啲，因為雜毛太多會令眉形好亂。再講眉頭位置，呢度要向下多收啲，將啲多餘嘅毛去掉。等眉頭睇起身更加清爽，但眉波部分就要小心啦，唔好收咁多，收太多會破壞整個眉形嘅平衡。收完之後呢，就將眉頭稍微向下壓低啲，跟住將眉波向上抬高，呢樣就可以做出一個好自然嘅弧度。呢個弧度好重要嘅，會直接影響到整個眉形嘅美感同埋客人五官嘅協調度。而家講到眉峰同眉骨之間呢個位置，有啲地方好似條眉斷咗咁，呢個位真係要小心處理。我哋要輕輕咁調整，將啲空缺嘅地方填補好，令整條眉形更加自然順暢。我哋做美業設計眉形，最緊要就係襯托出客人五官嘅靚麗。就好似呢位客人，我哋設計呢個眉形，希望可以令佢個樣更加生動，五官更加突出。我好期待呢個眉形設計可以令客人好滿意。